四边記8月2第一節安樣講設家啲最快樂最得福嘅人，就係要遵從上帝，及要順服佢嘅命令，守吉行佢嘅真理，守吉行佢嘅命令，都係最快樂最得福，因為佢嘅命令熱天帶設家去勝利，大家得勝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快樂。四邊記122第2節，設家嘅子孫都寫見你得到安好嘅日子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快樂。設家嘅下台也上帝祝福設家，因為設家呢台做設家做爸爸做媽媽呢台，設家要遵從上帝，要照上帝嘅命令嚟行。設家嘅下台，設家嘅子孫得到上帝嘅福氣，因為上帝合意設家照佢嘅命令嚟行。當然啦，設家做爸爸做媽媽，教設家嘅子孫聽設家照上帝嘅路嚟行，聽設家照上帝嘅命令嚟行，要遵從上帝。嗱，設家嘅子孫隆重榮耀主耶穌基督，阿門。